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南昨一间火箱工厂导火烧，佮传出爆炸，内底一个外籍移工走不出来，不幸死亡。消防是接到通报，讲现场有10几个员工也搁伫工厂内底，赶紧开始撤离。但这火势控制落来，这现场才发现到有减一个外籍移工，最后是伫咧2楼找到遗体，详细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再来看家己水上的公布，礼拜甲拜一在半暝导火现场也传出爆炸，造成2个消防甲1个替代役救灾受伤。消防局嘛表示讲，这现场可能是有锂电池这种物件，放挡伫咧这粪扫堆内底。这环保局也当咧调查。消防人员甲环保局伫火灾现场当咧进行调查的工作。嘉义县水上乡的18号公墓，伫23半暝2点的时阵发生火灾。赶到现场要拍火的消防人员，抓水的时阵，幸好火势讲灭起来，造成2位消防员甲1位遇难受伤。到达现场回报为公墓杂草火警，公墓现场疑似有不明物质分布，造成涉水后已有明火产生意外，造成本局2名警消同仁及1名替代役同仁男性，分别年纪36岁、30岁及18岁，脸部及手部烧烫伤。初步的调查显示，火灾现场有人伫遮投倒粪扫。这当中可能有禁水性，亲像锂电池的物件，才会因为泉水引起火讲灭起来。嘉义县环保局已经开始调查，毋若采用现场剩的物件，嘛要来追查投倒粪扫的人。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有持续闷烧的情形，通报了环境部中区专业技术小组人员协助。技术小组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监测仪器持续评估中。原本是单纯公墓杂草的火灾，却因为投弹的粪扫造成消防人员的受伤。消防局就呼吁，化学的物件也是电子产品，若是拄到火烧，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救灾，唔通为着方便，造成环境的污染甲消防人员的威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园林碧果山顶礼拜五有民众发现到一个查甫人倒伫咧产业道路顶悬，这详细甲看见人已经死，这目睭搁去挖出来，惊甲赶紧去报案。这检方嘛调查掠到4个嫌犯，其中2个罪嫌重大，已经羁押禁见。检警来到姓吴嫌犯伫中华田尾大个所在掠人，另外一队人嘛将其他3个人甲掠起来。检警大动作具体，就是因为这4个人牵涉中华园林八果山的一件命案。锁定涉案车辆，以车追人，循线将吴姓范闲等人查缉到案。初步了解，犯案动机已与毒品有关，自确定原因仍在进一步厘清中。这个月20，有人去园林八果山的果子园要做工课，煞伫产业道路边发现有查甫人倒伫咧路边，面向下掉，目睭嘛向挖出来，惊甲破胆，赶紧去报警。翁仔某要去因的山坪，前工2工拢洗拢无，拄迄工2月2迄工因发现着。阮遮面顶遐人去，因某讲到那哭动惊啦。警察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涉案的车辆，掠到4个人。初步了解，姓吴的查甫人甲死者姓汤的查甫人，好亲像是因为毒品有起纠纷。若是姓吴的查甫人，因阿舅可能是一口气吞袂落，带着姓吴的查甫人等的人去谈判，煞咧就动手啊。死者在20日下午被民众发现，本署立即成立案件，指挥园林分局侦办，循线拘提4名被告到案。检察官于昨日相验复讯被告后，其中张姓及吴姓主嫌涉犯杀人罪嫌重大。专案依照杀人罪嫌移送中华检方侦办，其中姓张甲姓吴2个嫌犯，中华地院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其他2位嫌犯是拢用3万块交保。若检警即马还搁咧厘清嫌犯的犯罪动机，还搁有过程，预计下礼拜要来进行解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民众一家伙仔赛车要去台中的国关佚佗，伫咧台北线这中途煞叫山边倒来树啊，讲到这轿车头前的挡风玻璃，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民众是至于讲现场有围这防护网，煞要动落来作用，拍算要提出国赔。车驶伫台北线顶悬，想要到乡乡道发生状况。一
真大树花未变看出来，也有土石直接撞到轿车，玻璃离个亲像地图网，车头猫落去，好在无人受伤。代志发生伫2日中昼11点多，新竹杨小姐一家3个人赛车沿台北线往国关方向，驶伫30.5公里所在，后大树花撞到车，一家人死正惊吓。大家都会经过那个地方，那。我觉得它现在掉下来的还好是树木，如果是石头，那生命会没有。本案有车损，无人受伤，当时已同步通报权责单位古关公路段。杨小姐这期虽然现场有设防护网，不过无发挥防护效果。管理机关也无修正设施意图，危险的树啊拍算提起国赔。林波市中区分署表示，经过多组显示，这所在不是国有林班地范围。国关干部段是表示，初步判断树花可能是旧气才会断裂。空拍机检视，目前林相尚属完整，掉落树木为自然生长。现场初判枝干可能受虫蛀，导致断裂事件。律师表示，这事件是不是按国家赔偿？处决这管理机关对这路段的防护设施是不是完备？健康树木因为天灾、地震、豪雨，这不可抗力，国家才负赔偿责任。律师认为，这事故不是目测掩护件，那管理机关已经尽注意的基步。防范措施也做好，都不是国家赔偿的范围。国关干部段表示，尊重当事人的主张，也会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有民众伫咧网络铺文，讲食到的芭乐是有够好吃的，是屏东某一位叫做杨忠宪的农民种的，无受到讲随着互人利用，无名早生。这本人是出面回应讲，伊的芭乐是数量有限，敢若超市才买有，网络绝对无。假借你的名义的迄种网站，阮拢会发文去做下的动作。好啊好啊！警察局刑警早起就走来果子园，找屏东这2日啊上穿的小农杨忠宪先生，伊卖珍珠芭乐伫社群面顶引起讨论，不少民众拢讲足好食。结果过无一天，就开始出现一篇的大文，讲有咧卖杨忠宪的芭乐。伊表示根本无社群的口罩，只有伫超市咧卖，其他的平台甲通路有可能是诈骗。第一，我没有脆，然后我也没有给脆的任何一个人贩售。就是我目前也没有说有人他有脆，然后他想要卖我的东西。就是脆上面如果看到我自己在贩售的，应该基本上都不是我，可以宅配啊或私讯的啊，只要私讯的那个我都没有。忠宪芭乐会雄雄穿起来，是顶礼拜六有民众伫社群写，超市买珍珠芭乐3粒39块，口感好搁甜，因为包装拢无品牌，只有打一张农民的名，就引起网友讨论。落尾才知影是屏东的小农种的，想袂到过无几点钟，网络顶就出现有民众咧卖杨忠宪珍珠芭乐，警方唔敢大意，再去登门了解实际销售通路。初步调查，有不明人士透过网络平台脆 FB 盗用阳性芭乐农产品照片、产地资讯对外贩售，查证品牌来源及产地资讯，避免透过不明连结及私下交付。杨忠宪讲，伊目前只有种3家左右的芭乐，种无算济，敢若伫超市通路咧卖。本身是种山药为主，无料想到会引起关注，伊真欢喜大家介意，嘛提醒民众除了超市，无其他的所在有咧卖。若有民众看到其他通路，爱小记，唔通互骗去。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是侪份好天，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小可雨，咱来看云图。今仔各地气温普遍伫咧18至21度，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6至27度，中南部台东是28至31度。拜三开始，东北季风过来，北部甲东部的水汽济，温度降。敢若拜五是好天，拜六又过锋面通过，天气开始无稳定。再来看中东的证书未收煞，这国内已经有药厂发出通知，讲未来若要报介绍，会根据国际原物料状况来做调整有许多。另外，也有这外国媒体也报讲，波斯湾的天然气伫咧10天以内就会断站。咱能源署是强调，上无咱会当用到5月底拢无问题。上面封壳的这个部分也都是塑胶的制品，所以像它这个比例就会非常大。伫药局药水部明仔起甚至大细罐生理盐水，不少常常看到的医材包装拢用到塑胶。中东镇会馆家即马也受到医药界有制药公司广告已经收到塑胶类产品，亲像塑胶条、管啊、酒精烫这起价通知。未来产品介绍会照顾客落单时原物料介绍来启动调整。
药品在制成上面，它的供应链是很繁琐而且很多的哈。那我们不太可能说，譬如说糖浆、药水或者药丸做完了之后，结果哇，没有可以装药的罐子，包装是它在做成成品的最后一个阶段。药素分析包含医材甲药品，拢面临两大状况。首先是塑胶包材起价成本称悬，相关产品也对得起。若塑胶制品增贵，厂商无法度包装成品，就无法度出货。这段时间其实医材都还是会持续有些动荡。在过去这几年，其实医院已经渐渐建立自己的一些快速反应的一些机制了。欠货起价惊吓摊开，伫日本所出现像卫生纸现象。专家分析，以台湾来讲，目前卫生纸零元成本差不多占15%，竞争了后称悬到30%左右。目前目前国际分费也提悬，确实应该密切观察未来原料供应问题。第一个成本高涨，那另外还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原物料可能会没办法及时补库存。那在5月底之前，台湾的天然气供应都无虞。目前所有的一些业者都已经超过我们的安全存量。英国金融时报点名未来10天部分液化天然气用型会长期，特别是亚洲国家，包含台湾在内国家恐惊严重能源欠缺。不过能源署强调，一直到5月底已经完成调度，6月份开始优先增加庇护等地气源，天然气存欠价也有补助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讲有 AI 人工智慧假造影片，也要注意到网络顶开始出现 AI 医生拢讲一寡错误的资讯，实际上根本就查无这个人。这卫福部嘛强调讲，为了要降低医疗假消息的风险，嘛需要政府甲所有平台、医疗专业甲民众来做伙合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志明医师。这是去年尾伫网络合作陈志明的医师咧宣传糖尿病相关的消息。尾仔调查发现，影片拢是 AI 做的假信息。伫 AI 时代，假信息生成成本较低，传播的速度较紧。民众真恶区分医疗信息到底有影无？台北医学大学拜一举办研讨会，讨论安怎强化民众的健康识读能力。电视啦，对网络来去了解呢。所以我是讲，因为这个名吼，足侪迄个。有的人吼，你讲若是半仙啦吼，会来咱的第伊的经验吼，大家人知啊，但这经验是个人的经验，不一定是符合迄个医学的专业的部分吼。另外，卫福部嘛讲，有愈来愈侪患者会甲网络找到的诊断早去门诊。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安尼会增加医疗的负担，降低医生甲病人的信任关系，甚至嘛影响到讲话计划推动甲沟通成本。就医界而言，我们就会觉得是说，最惨的就是 delay 治疗。可是除了 delay 治疗以外，可能会不必要的焦虑，可能对整个体制就不相信了，甚至有没有可能造成不安全的健康行为的这件事情，都是可能会对个人的影响。咱希望政府会使去重视这个部分，所以民众只若讲，有感觉无了解的代志，咱有一个迄个事实的迄个查证中心，去问看卖咧，看讲是安怎，这是咪正确的。卫福部强调，面对这款系统性的风险，需要政府、医疗专业甲民众无同管道的合作。目标不是零错误，颠倒是降低假信息的影响，而且提升民众的健康识读能力。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日本研究发现，喙齿少吞物件退化的人，死亡风险会增加4倍。去考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推算，全台湾大概有50万的时代有这种问题。嘛，呼吁卫福部爱照这长照3点控纳入台检。再是联合报。中央部水情紧张，嘉义林义潭甲南潭水库的扣水率无到35%，三分水库干那28%。地方政府开始自主节水，表里县一支场扩大18乡镇开放休耕，成德县的这头前溪强要打，农水署试办节水计划。最后是自由时报。刑事局最近有查到九州五鹿城顶车的这跨境博缴集团，是利用先敲纳信用卡费的这方式，才派专人去到澳门缴场换做这缴场的裤子啊，换做港票来洗钱，过手有到330亿。
前中油炼制部执行长齐汉，互人指控讲收2000多万的乌西钱，搁伫咧宣判之前，甲这电子卡给甲剪断，逃亡滥港。咱法院宣判讲，这齐汉所犯的11条罪，重判25年，铁路公权9年，其他这涉案的员工甲厂商是判7个月到8年半不等。我们这燃烧是没有臭味，只有燃烧。齐汉伫咧做中油执行长的时阵，几多遍接受媒体访问。伊自基层开始做，一直升到中油炼油部的执行长。验过检调查出，自2019年到2022年，伊本人或者是经过被手套员工甲厂商收钱，不法所得2160万。交到第二23宣判，判25年，铁路公权9年。恶性重大，因而就徐汉所犯11罪，分别量处1年6月。到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褫夺公权9年。齐汉伫咧宣判进行时间，也就是3月19日，对高雄南马溪徛街出门了，沿路制造断点，遭到屏东的万峦，将电子卡条切断，人就安尼无去。23节气审判长宣判进行特别点名点3遍，确定人无够。徐汉经本院合法传唤，并未于今日上午10点到庭听判，因而另外涉犯刑法第161条之一弃保潜逃罪，依职权向桥头地检署告发。案件经过3年多审理，有几多个员工涉案，像前中油的公务组管理员陈俊佑，前中油的经理黄永泰甲张子邦等人。除了齐汉以外，被手套厂商一个涉案的员工，也被求刑7个月到8年，褫夺公权1年到4年，并且在纳税犯罪所得。检警即马发布通知，自陆海空全面封堵，希望赶紧甲齐汉抓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罗清德之前有公开表示，这核电2厂甲3厂有够定放的条件，月底会送核安会来审议。这国民党就批评讲，民进党咧发挥核加远，去年讲要停，今年就要定放，爱公开来回实咧。也民进党是强调讲，只要袂安全，核废料无解决，这社会若无共识，就无可能个定放。有疑虑，核废人无解。批评政府背弃当初的回撤程度，民间团体甲小党联立反映头前抗议，不满大总统公开表示，核子核三有定放条件，按算3月底送到核安会审议。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就是参与反核游行。那时候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不希望说我的孩子未来像那个车诺比核灾的时候，要承受那样子永久无法恢复的风险。学者呼吁国家应该对核电有更加完整的规划。那我们未来发电成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你可以想象。好，还有什么？你有钱也买不到。那也批评过去反核规定，互台湾付出代价，政府欠全民一个道歉。李夏表示，总统的讲话是伫应应万一，表示若无核安，核废料无解，社会无共识，就被目前启动核零。总统郑丽文说：“你的核能政策转弯，应该先跟人民道歉。”会跟党内沟通吗？有受到来自美方的压力吗？依法来进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贸然的说或者说很快的去把它跳到说民进党政府要重启核电厂，我想这个是错误的解读。核子核三所在地新北屏东县市政府拢表示安全是首要原则。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到，核管法当初互民进党伫会封杀，是知影党伫会收落来，这拢是事实。赖总统说要重启核电，民进党说八字没有一撇，不应该继续的硬凹以及欺骗人民。赖总统其实能够丢弃反核的民主牌，这是正确的，不要再让中部地区的民众用肺发电。电大家都在用不管你从北到南大家都在用电。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大家都能够有更充分的讨论。陈其迈表示，核能使用唔那是单核能换算，还是牵涉整体产业发展，大家爱面对，也呼吁行政院清楚向民众说明长期用电发展的趋势，甲政府整体能源规划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即马当咧甲伊朗谈判，双方已经有真侪共识，所以会当慢5天才去轰炸伊朗的发电厂。这伊朗是完全否认，讲这川普只是咧放风声，要压低国际能源计效。就算美国总统川普讲，美方甲伊朗的谈判伫真侪项议题拢有共识，也毋过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否认捌甲美国协商。
آقای قالیباف در پیام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مردم ما خواهان تنبیه کامل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متجاوزان هستند تصریح کرد。一个欧洲官员表示，虽然两国并无直接谈判，也毋过埃及、巴基斯坦甲波斯湾国家拢有放出消息。路透社引用一个巴基斯坦官员甲另外一个消息人士的讲法，讲上紧伫即礼拜都有可能伫伊斯坦堡针对战争收束来谈判。无偌久之前，川普宣布慢车攻击伊朗电力网甲能源基础设施。后来伫田纳西州一场活动表示，过去2天美国甲伊朗初步会谈有真好的讨论。And this time they mean business. And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great job that our military did is the reason they mean business. They want to settle and they want peace. They've agreed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et cetera, et cetera. But we'll see. You have to get it done. But I would say there's a very good chance. 川普也伫真实社群答问表示，美国甲伊朗已经就中东全面彻底解决敌对的行动进行真好而且有成果的对话，所以伊也宣布会延后5天攻击伊朗能源电网的计划。这个消息互股市大起，油价要拔到1桶100块美金。一个熟悉以色列状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华府已经互以色列了解美国甲德黑兰接触的状况，以色列真有可能会有相同的做法，暂停攻击伊朗电网甲能源基础设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因为极端气候影响，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大雨成灾，美国夏威夷做大水是20年以来上界严重的。这世界气象组织就警告讲，过去这11年来是咱人历史以来上界热的时期，这极端天气嘛只惊会愈来愈严重。最近蔡楼甲车路冲海去，就连货车也挡袂牢，直接伫路边冰车。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最近受到大风雨的侵袭，真侪社区连外道路交通断暂，民众住伫厝内，干来当透过锁仔甲水桶团上食物甲物资，勉强维持生活。Y nada, esperando a que se quite esta borrasca que todos queremos que llueva, pero no de esta manera porque estamos incomunicados. 同款的大风雨也出现伫美国夏威夷奥沃岛，发生2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当地连续几2天落大雨，甚至短1天以来落3个月的雨量，街仔路变做海洋。卫星的影像显示，大量的田园甲住宅区互大水淹去，土霾直直冲入大海，5000外的居民撤离，初步估计灾害损失超过10亿美金。This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 for us as a state, though we have support. We are now beginning to contemplate the reality that this storm could cost over $1 billion of damage in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美军甲海岸防卫队出动直升机救援，帮助走去厝顶的民众。当时伫空中甲72个调伫营地的老师甲学生吊起来。虽然目前雨势已经较缓和，也毋过夏威夷州长指出，因为土木咸水咸甲真饱，后手也是有可能发生土石流灾情。世界气象组织也提出警告，过去11天是有记录以来史上上热的11天。The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i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Planet Earth is being pushed beyond its limits. Every key climate indicator is flashing red. 极端气候灾难真多，背后拢是共一个互人不安的真相。2005年，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化进前搁较加出1.43度，海洋的热量创下新高纪录，地球能量无平衡，互全球暖化，引起搁较强烈的风暴甲落雨。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爱重视，用行动来减慢天灾带来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智利新总统卡斯特就任的第2天，就宣布要暂停前总统所设的43项环保禁令，这包括首都圣地亚哥在内15座城市有数千名的民众，伫咧3月22世界水资源日这天行就街头，要抗议政府环保政策是行倒退。电部警察出动水炮车甲催泪ga스赶走示威民众。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甲国内其他14个城市，拢总几6000人伫世界水资源日这天行上街头，抗议智利右派总统卡斯特为了省搁较济外资入来，宣布暂停执行左派前总统普里奇任内所签署的43项环保法规。Decreto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los planes de contaminación atmosférica, decreto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la protección de los ecosistemas valiosos, da cuenta efectivamente que el compromiso medioambiental del gobierno actual es igual a cero. 总统卡斯特伫这个月11正式就任，不过上任第2天，伊就下令放宽环保禁令，不过这个放宽的保护措施，牵涉到国家公园的建立，要保护强要绝种的物种达尔文蛤蟆甲红宝徛鹅的生态地，以及对火力发电厂碳排放量的监管，国家气候
变迁的关系，互地热长期做大换，欠水真严重。目前嘛还佫有140万人无法度有清气水通啉，民众烦恼环保政策的倒退，会使你环境的污染更加严重，对抗气候变迁所做的努力会拢白了工。Creo que no podemos seguir viviendo en un gobierno que cree que todo lo que es contrario a los intereses de las empresas y las industrias es una ideología. Entonces yo creo que tenemos que salir, manifestarnos y luchar por los derechos tanto ambientales como de los animales como de las personas. 示威民众人国旗伫第二总统府莫内达宫头前聚集抗议，各批评政府环保政策的制定竟然是把商业的利益放伫公共福利的头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哥伦比亚一架载125个人的空军运输机伫咧 Amazon 南部地区摔来，有官员表示，尚无造成8人死亡，80几个人受伤。罗西亚上大石油出口所在地波罗的海这沿海港口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已经暂停出口。路透社报道，即马再加上中东的战事未收煞，伊朗封锁核物资，这全球的能源供应恐惊会愈欠。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要访问中国见习近平。美国的政府国务卿康贝尔就表示，日本首相塔卡伊顶礼拜访美，已经向美国来强调双方的东破关系，台湾议题有必要爱慎重处理。过来咱国内这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昨是并案来审查，行政院甲国民党、民众党所提出来版本。这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向朝野来发话，讲行政院版的上届完整，嘛希望朝野会当支持。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第三连续审查行政院版甲纳备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国防部长郭立雄会前向朝野发声，政院版的考虑上周全，希望这条支持。按过国民党议会其他心质疑，若是最后暂时通过在野党的版本，行政院甲国防部是不是执行？会不会有不附属的可能性啊？我跟委报告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院长的权责，我没有办法帮院长在这个时候回答。那条例我们当然是希望我按照我们公布的条例才有水。民众党立委王安祥主教伫公告留言自信，强调国会真济时阵，往干那伫法计师 LOA 阶段才知影内容，地数无法度落实监督。要在能够公开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要请委员能够体谅。好，那如果相关有必要排机密专报的话，我们当然也很乐意。因为政议办规划每20万架无人机，民进党立委陈俊富要求军方清楚说明为什么不是编列在年度预算。我们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他们要看的是一个长单，这个长单要考虑到快速的迭代创新。但是要考虑到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军的这个需求。对外界关心对美军国交互进行国立雄证实，第一架 F-16 Block 7航战机有估今年9月引到台湾 ，MQ-9B 高国空无人机第一批也希望伫第3季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陆委会主委邱瑞正昨去到立法院质询，搁再强调李正秀无立委资格。不过，这民众党煞以联合质询的方式要求邱瑞正爱就台，搁互李正秀去坐代理调委的位，引起民进党立委的不满。他没有双重国籍，你不要一直指控好不好？23号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查起冤家，民众党中国配偶立委李正秀为着卖互顶礼拜质询无人应的情形搁再发生，唔若抢头一个登记，搁甲陈清良、陈昭祖3个人共同上台。不过，陆委会强调讲，敢若有合法身份的立委，才有宪法互因的质询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条以及组织法第1条规定是什么？请主委告诉我。请邱主任委员回答有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1条，以及组织法第1条的相关规定。这边跟廖昭伟报告，我们陆委会是两岸条例的主管机关，包括今天的争议，我们也在依法行政。李正秀的质询专程由国民党调委廖先祥传话，甚至搁爱伊做代理调委，引起立院的不满。昭伟不在，那我们是不是等昭伟回来，还是你先喊休息好不好？等一下时间，我们先让代理昭伟先祥昭伟回到座位上。小动作不要这么多啦，您就继续。小动作不用这么多啦。会给你。
针对各台办伫咧例会内底讲，两岸若是实现和平统一，除了互联互通，甚至还佫会当弥补台湾伫咧电力、天然气、原油等等方面的欠缺。不过，陆委会讲，这完全是台湾袂倒。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那么严重，失业率那么高，外资外商撤离那么多，那么房地产各种产业如此萧条，他讲这个对台湾有吸引力吗？他说统一后嘛，我们就丧失了主权尊严，我们丧失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你不觉得他这个提法是夏虫语冰吗？邱水正嘛提醒，中国竟用挺治台独的名义，持续对咱政府的官员甲民众做下境的镇压。未来恐惊嘛无排除会运用大家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甲对象搁扩大到无支持统一的民众。目前政治控制4年1月7日到今年的2月28为止，台湾人去中国失去联络，或者是调伫遐防清查，甚至防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已经有甲313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在东南亚地区有做外送甲叫车平台业者 Grab 宣布用6亿美金甲Foodpanda台湾外送买落来，按算今年下半年会完成。Foodpanda 是表示讲相关的收购案该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目前是正常营运。去东南亚国家旅游，常常看到穿青色制服的 Grab 外送员骑机车伫大街小巷走，嘛提供预约汽车加机车的接送者的服务。即马 Grab 宣布要以6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93亿收购Foodpanda伫台湾的外送事业。这是 Grab 头一届行出东南亚进入台湾市场，2020年下半年完成收购。Foodpanda 是讲交易也需要经公平会等主管机关审查核准，目前要维持正常营运。如果其中有一家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1/4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两家事业进行结合，要来跟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结合前要提出申报。公平会是讲目前还未收到案件，那是 Grab 加Foodpanda结合了后，伫台湾的外送平台市占率超过1/4，都要提出申报。公平会会照规定进行审查。2024年500亿次都要想要收购Foodpanda，不过公平会甲以两个人结合市占率会超过90%的理由，决议无通过。工会这边的看法是，无论哪个平台进军台湾都不能违反新制定的外送专法。然后再来就是说 Grab 跟 Uber 之间，他当初在并购东南亚市场的时候有交叉持股，是不是有变相垄断的疑虑？这我们可能要呼吁公平会严谨审查。并购的状况下，我们希望所有的外送员以及平台员工都能全数留任。外送产业工会呼吁公平会爱严格审查，佮强调无论倒一个外送平台，拢应该遵守今年1月三读通过的外送专法，确保外送员的相关权益。记者采访报道。那讲到即马真侪人上班拢惯死食1、2杯咖啡，高雄到眼科医师收到一个患者，因为讲爱啉这手冲的咖啡，目睭煞去水蒸气呛到，出现严重的大眼症。烧水呛入去杯啊，随呛起烧乎乎的水烟，工课做到一半，呛一杯烧咖啡是真侪上班族感觉幸福的代志。不过高雄有眼科医生收治一个患者，因为介意啉拄呛好的烧咖啡，目睭仁长期受到大量蒸汽影响，出现严重的大眼症。疲劳，然后严重的异物感，还有偏光啊，就是眼角有破皮的现象，就觉得这么小的问题，还眼睛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医师甲陈小姐检查目睭，因为热气流破坏目睭仁的目屎质一层，致使下骹水分层缩水，造成大眼症。进一步酸痛感冒，服务近视的陈小姐视力甘达剩0.5，加在经过治疗了后，视力恢复1.0。医师提醒民众爱注意烧气对目睭仁的伤害，避免直接面对那个容器，避免直接对容器喝，或是偏着等它冷一点之后再喝，或者是喝的时候是侧个这个容器杯的时候再喝，这样来说会比较安全。真侪上班族惯势啉咖啡来提神，不过医师表示，咖啡只是延后疲劳感，而且咖啡热热，长期啉会互目屎分泌量减少，啉过量会影响目油的分泌，致使感冒的脂肪层无够，造成大眼症或者是酸痛感冒。呼吁民众唔通过度依赖咖啡来提神。记者综合报道。
卫生部宣布，今年去科医疗特殊服务计划经费会增加到9亿5千万。医师教授治疗对即卖6届增加到9届，不过目前全台湾有到处服务的气科医生是干那165个，严重无够。干那坐伫咧轮椅顶头，就会当洗喙齿、治疗气환的病症。为着甲行动无方便，也是特殊需求的患者服务，互医疗会当行入去厝内底。卫福部健保署宣布，今年气科门诊总额特殊医疗服务计划总经费为8.5亿，提悬到9.5亿。到厝看气科，嘛为600提悬到900，希望互视大人的喙齿会当得到更较完整的照顾，嘛会当避免造成吸入性肺炎等等并发症。常见的疾病，他们目前来统计最多的大概就是牙龈红肿、发炎、流血。牙齿痛或牙齿动摇，可能牵扯到后面的就会有，譬如说，需不需要拔牙，或者需不需要根管治疗后续的一些治疗。健保署表示，特殊需求气科的服务对象包括身心障碍者、年岁较大的老大人、长照个案，还佫有发展迟缓的囡仔。今年还佫增加80岁以上的老大人，服务人数为2021年15.3万人，到2025年21.6万人，5档就增加6万多人。不过实际投入居家服务的气科医生，敢若165个人尔，比5档前加29个人。这次还是没有针对所谓的24小时的住宿机构，然后去做开放。那我们一直在讲说，24小时的住宿机构也是他的家，所以这个场合应该也要可以纳入。一个牙医师去到居家服务呢，如果是一般状况的病人，大概可以领申报的费用是6131到8431点。那如果是3地离岛地区呢，我们有一些加成，那会申报数大概是7554到10314点。医界认为，特殊需求的气科困境并不是单一的问题，建议讲会当增加健保支付的点数提悬，增加气科医生出去外口看诊的诱因，另外嘛需要政策的配套。譬如讲，甲气科医生培训伫咧厝内底机构，也是非正式的场合，特殊气科看诊的能力等等，才会当应用超高龄化社会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车道灯即马嘛拖到台南市区，有民众是翕到车道灯伫咧乌空西软，农业局嘛表示讲已经加强巡查，会阁加派人去抓。民众伫斗徛街翕到这惊人的影片，一只2米长的青皮道顶，就伫厝后的空地做一个修真大坑，就惊青皮道顶伫遮愈拖愈济。力量一透早就随带人兼摕家私，请问大户来学青皮道顶的修，看敢学会着能。伊形状迄个生甲嘛生甲迄个迄吼，迄大人囡仔看着拢真正拢会惊。啊，所以讲吼，迄即摆拢伫路顶，拢不是拢3不5时啊，拢会照出来安尼。这2年。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有抓到好几只，都有交给里长，里长有交给农业局，处理掉。现在繁殖期更大。真的哦，对，很多啦。会安尼一大帮人来巡农地，主要因为这青皮道顶的问题愈来愈严重。青皮道顶过去本来拢伫3楼牙溪这带，不过豆豆已经看去台南林地大甲里、义行里、甲新光里遮，里长接到通报有青皮道顶四界走，甚至害人吊车惊发生车祸，在地里长就望政府堂出面处理。大的绿鬣蜥它就慢慢开始有这种产卵的状况。那我们之前也发现过有民众通报我们。在那边产卵的状况，那我们去挖，确实一窝的卵差不多在30几颗、40颗左右啦。但是去年就掠26000多只，不过也是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农业局这阵采用对下晡顺到过灯工透早，全市已经动员上班280人投入掠青皮道顶的工课。医用的话，快无就手上就走啊，因即摆无共款，就是讲因的固定一批人。伊遐顺，伊咧是伊暗时啊是站的活动力会较弱吼，啊是有甚至有当时啊用手会当掠着你咧是，啊伊安尼落来了吼，一礼拜有掠5-6天，一天平均啦吼，当时啊掠150只。青皮道顶是沿着3道野溪顺大牌进入社区，即阵以来有寡菜盒嘛，正做青皮道顶生态场所，在地希望掠这款生物开手爱紧，就惊变甲挖到收煞。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花莲的布关蝴蝶谷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风台甲地动关系已经过真久啊。即阵林保署甲民间合作，委托业者重新整修佮经营，总算佮再开放。花莲水尾封闭半冬的富源蝴蝶谷总算是重新开放了，内底有宽溪佮有宽山2个步道。
顶管有一个灵岩吊桥甲水墙，声袂少游客行脚到。这风景怎么样？走进去可以看到什么？可能瀑布了，什么都溪了，都蛮漂亮的。蛮漂亮的。第一次看的风景怎么样？对啊，不错，很原始啊。很原始。进来的舒服感度呢？很棒，很棒，非常好。富源乌蝶谷森林游乐园区总共198家，内底风景真水，阁有温泉。伫咧93年，互民间来经营，煞拄断真侪摆的风台抑阁地动，扫甲密密茂茂。原本的经营团队去年解约，要安怎互乌蝶谷恢复？地方加关心。富源蝴蝶谷这个森林游乐区是我们林业署18个森林游乐区唯一全区采用民营化的形式，那委外就是征求民间伙伴一起来营运的场所。这个地方它有大面积的一个樟树林所以它是一个进行森林浴非常好的地方。那它也有温泉资源，也有瀑布，那有非常完整的步道。这届林保署与会业者，就是花莲在地出名的饭店，有甲园区内底建筑，也有温泉的设施重新整理。不过，即马敢若有带妹的人才会使坐接送车，有旅客的怨叹。像我就是从坐台铁过来，然后后续是自己叫电车上来，然后他们的接驳车好像只针对住户那边。瑞穗的火车站跟光复的火车站，我们都有设置接驳站。好，那后续就是在这一段，相信对于就是出游上面应该是可以很方便的。林保署希望会当互乌蝶谷恢复，真做会当互旅客愿意搁行脚到的景点，希望互专业的团队来花。目前民众入去一届收费是150块，若假食是搁有温泉是一天爱650块。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带动观光有业者就向市政府来提出，讲要伫咧西华这边对火车头来牵一条流浪车，牵对火山去300公尺长，爱开3亿。不过在地观光协会是认为讲路线受底，对这观光可能无啥帮助。计划中的缆车连接起基隆的大型地标，一直到台铁基隆车站的北站，在搭乘途中居高临下，你可以远眺整个港口。徛伫虎仔山归人林因为大型地漂边啊，一个看起港区的风景拢看甲清清楚楚。根据民间业者提案，西华缆车另外一边就伫归人车站的北站，若是未来伫车站就说转搬缆车上山，观光客也真想要坐看卖。方便吧，然后可以让人家多一个旅游景点吧。我有机会的话，如果真的是它成的话，下一次我来的话，肯定我就会坐上去。高雄市政府证实，为了启动西华缆车建地计划，去年已经考察庙坑缆车、加做归人缆车规划参考。对民间业者提出的归人西华缆车兴建营运促参案，全长大约300公尺，工程费用大约是3亿，正看到厝伫心血中。现在缆车是一个民间自提的促参，那是否是乐观其成？那我们希望由民间来投资，投资后由民间来运营。那基本上会做从火车站的北站到基隆地标的附近等等。那这个总投资额大概是3亿多。你既然要做缆车，一个大工程，那你做的短短的一点点，那个经济效益真的太低了啦。协会建议路线至少要延伸到北碧王炮台，才能更加侪景点。观光学者是分析，缆车兼具运输加观光效益，会使减少交通的冲击，亦会使运送旅客到旅游的目的地。韩国的釜山加日本的新河拢有先例，成功带动观光发展，不过经营甲维护将是重点。国际间的这个缆车，虽然它在整个设施规划上面、处理上面并不是这么困难，但是后面在运营，还有就是它主要在维护的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跟注意。其实前市长林佑昌也捌讲到跨港缆车线计划对海科馆一路连到碧沙渔港、中正公园这景点，跨港到西华的转运中心。不过，客伫个兴建困难度加海风造成的新鲜的问题，真在地摇怀疑的声音。相关近海归人塔也因为新鲜的问题，对4月开始暂时关起要征收。西华缆车一旦兴建，也必须克服地理环境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社寮国中5月就要代表咱台湾去美国参加世界风力能源比赛，选手逐工咧练习，唔但爱训练技术，也爱练英语，咱做伙来替因加油。应该有撞到什么东西，声音不对。选手虽然已经准备真久，不过一个小小的死角擦嘛是会失败。南投社寮国中这3位选手，
一指导老师的带领之下，一遍搁一遍，一直练习。每一个选手拢有家己爱负责的所在，分工合作，忙至5月份全世界比赛，摕到好成绩。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好，然后到现在呢，觉得就是对这项比赛呢非常有兴趣，就想要一直去了解它。南投社寮国中去年底摕到风力能源世界赛亚洲联赛的冠军。5月份，佮要代表台湾去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参加气味的风力能源世界比赛。其实社寮国中全校只42个学生啊，人少，资源嘛少，连这个风坑嘛是老师和学生啊家己斗出来，所以会当出国比赛是真正无简单。我们这一次测出来是多少焦耳 We test 15 true jurors。这次收集出来的焦耳数在52.1焦耳，我们已经在 top 上面了。我有足大的信心，因为我始终相信，囡仔会当互伊去见我们的世面，那回来以后，囡仔一定会当开眼界。因为5月份要去美国比赛，是要专用英文来对答。所以学生啊，除了做实验，即马嘛会主动和英文老师一线顶来练习英文，每一方面拢拍拼准备，望去美国比赛会当摕到好成绩，互全世界看到台湾。记者安英修南投报道。伫咧花莲的受访到台东的落野，这民航局是规定会当合法互超轻航机来飞。不过最近伫咧地上，都民众讲，定定拢会看到这种超轻航机飞甲真低，恐惊影响到安全。伫咧地上北龙大道，民众落到一只轻航机，为山边就开始降低悬度，飞到水田的顶悬，悬度差不多干那3层楼悬，引擎还佫发出真大的声音。而且前旧年就发现有轻航机会飞真低通过，它都飞得很低，然后怎么讲？而且有时候会俯冲这样。根据民航局的公告，超轻型载具活动的空隙，花东唱国为花莲受访到台东落野，是会当提供超轻航机飞行活动的空隙。不过，敢若会当伫咧休困日甲固定假日的日时啊，而且悬度是飞伫咧1000英尺以下。这民众休困日看到北龙大道的景点游客真多，这架轻航机佫飞真低，感觉真危险。很多游客在那里，而且他这样转过去的时候，感觉一不小心可能会再跟那个树碰撞。民航局表示，因为这个空隙是超轻型载具合法飞行的范围，而且业者嘛有伫咧规定的时间来飞行，会调查是倒一间业者的飞行机，还佫有感受违反其他规定的行为，再佫以相关的规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继续来关心，这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架加拿大快运航空的飞行机降落时，刷甲一台机场的消防车烧落，造成2个机师死亡，数10个人受伤。这美国总统川普嘛讲，这可能是人为疏失，运安会已经介入调查。飞行机头前弄甲密密麻麻，现场乱糟糟。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当地时间22日发生跑道烧龙的事故，一台加拿大快运航空客机伫咧跑道的时，甲一台中立机场的水灵车烧龙。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一场真惊人的事故。They made a mistake. 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That's terrible. 因为这已经是美国过去15个月以来发生的第3届飞安事故，引起外界对航空业安全防护敢有出现空棚的质疑。其实，在事故发生之前，机场另外一边因为发生紧急的状况，航管人员才会批准一台水灵车驶过加拿大航空客机原底要走的跑道。几秒钟后，录音档就传出停停停的指令，也毋过已经袂赴啊。航空专家指出，这场悲剧的原因可能甲美国长期以来航管员欠缺时真有关系。真侪航管员一礼拜上班6天，连续加班，疲劳甲高压，互判断力下降。录音档甚至会当听到航管员讲家己母害去啊。Were they handling 2 jobs? Were they working beyond their shift? Were they working a 6th day?
And obviously the controller admitted fault when they were talking to the Frontier pilot, and they said, I made a mistake, or I screwed u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美国运输部长证实，2个机师死亡，72个乘客甲4个机组人员当中有40个人送病院治疗。虽然机场目前已经部分恢复营运，也毋过因为受损的客机甲水灵车也是伫跑道附近，调查甲清理的工作是需要几6个月的时间，机场短期内无法度恢复正常。There is a reduced capacity because the aircraft and the fire truck are still in their positions from last night. So we are going to have reduced capacity for some time, but the airport is operational. 目前除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展开调查，加拿大也派出团队来帮助，希望会当找出真相。这个事故搁再互全美航空安全系统出现警示，对着联邦预算无解决，安检甲航管人力欠缺，旅客恐惊短时间内要是真惊吓。公视新闻陈伟玲编译。讲到现代人的生活紧张，心肝头的压力也真大。美国最近当咧流行一种叽叽叫俱乐部，就是有一群人烧招伫咧公园，找一个无人的所在，大声喊叽叽叫来消透压力。On 3, okay? 1, 2, 3. 大声甲叫落，叫煞了后，大家拢是安尼喙笑目笑。负责人叫大家过来喊第2摆，这看起来真正是足解郁的。伫咧美国，这款连锁的解郁俱乐部是愈来愈兴，会员大多数拢是需要讨放压力的当地居民，因为伫咧公园较空旷的所在，对远远的码头也是学大声喊。这个俱乐部的创办人就是这对爱人啊，2个人有一届伫咧密西根湖咧散步的时阵。这个查甫就想到讲，会使对湖的另外迄边大声甲喊落，甲心内所有的压力透放出来。Yeah, we were just having a rough week, and I turned to her and I said, "Do you want to find a spot over here and just scream?" And she said, "Yeah, let's do that. But what if people are there?" And I go, "Well, if they're there, we'll ask them if they want to join us." 一开始，因为问过当地民众敢有同意，民众同意了后，因就带所有的人来这大声喊。有的人哭啊，有的人笑啊，好亲像歹心情拢总走啊。2个人决定要来成立大声喊俱乐部。I feel better, just in my body. I feel more relaxed. I feel less tension. You know, I feel just a relief. You know, the sense because you know there's so much that I've held inside, like bottled up, and just screaming it just helps me to like let it all out. You know. 其实这种疗法是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辅导医德的消透疗法来的，主要是透过叫啊，或者是拍枕头这款实际的动作来把心内压力甲透放出来。一直到1960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阿瑟阿诺夫佮创立原始疗法，就是用上介简单大声叫这款方法来透放家己的压力。The scream can bring out a lot of that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response, but then afterwards, people end up feeling a lot more calm afterwards. That's sort of what's called the rest and digest parasympathetic response. So it can make them feel more calm. 美国各地大声叫俱乐部无同款分会的聚会频率无啥同款，有的是1礼拜1摆，有的是1个月1摆，大多数拢是伫咧公园或者是湖边。聚会的时阵会先互会员想讲要透放啥物压力，过来大家就是喘大气，发声练习了后，才会大声甲叫出来。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泰国曼谷第2届死亡者现场观察，会当互你试图看卖，要山顶的这纪念墓园的导览，希望大众会当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病痛、食老甲死亡。今年是泰国曼谷第2届举办死亡节，主办单位负责人嘛实际倒入去观察内，感受人生的尾站，上时嘛思考珍惜现在的生命。เราเป็นฝ่ายอยู่แต่มีคนจากไปฐานะของผู้อยู่อะเรารู้ว่าเราเจ็บปวดอย่างไรคำถามคือว่าไม่ต้องคิดก็ได้ว่าคุณจะตาย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แต่คิดว่าวันที่คุณจากไปอะทำอย่างไรให้คนที่ยังอยู่ต่ออะเขาโอเคที่สุด泰国的死亡节主题是人生必经的4个阶段：生老病死。伫遮无论是想要了解安宁照护、修复家庭关系，也是讲希望会当较自在讨论生甲死的议题，拢会当找到属于家己的学习方式甲共鸣。现场提供倒观察的体验，参观者会当倒伫无共大小或者是款式的观察内。透过吊伫顶悬的镜看家己，这项体验希望会当引起反思，唔是要互人感觉惊吓。มากเลยค่ะ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แค่การตาย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ปัจจุบันที่เราอยู่นะคะมันก็สามารถดูแลก่อนที่เราจะจากไปได้ค่ะ现场这款用松茸做的可分解观察正做焦点，利用松茸的菌丝体做材料，除了种了会当自然分解，提供更加环保的安装方式。พวกกลุ่มเห็ดพวกนี้ค่ะเขาเป็นผู้ย่อยสลายอยู่แล้วในระบบนิเวศค่ะมันก็จะทำหน้าที่ใ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ย่อยร่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พื่อที่จะให้ลงไปเป็นดินที่ดีแล้วก็หมุนเวียนธาตุอาหาร来到数位时代，厂商嘛提供线顶纪念平台，互用户储存相片，佮会当分享因的故事，创造一个互亲戚朋友留下悼念的数位空间。今年死亡节的主题设定是铭记衰老、疾病甲死亡，结合艺术、医疗甲生命教育，希望人重新思考生活品质的真正意义。毋那是安怎活，佮有安怎陪伴甲告别，毋望以开放的态度甲多元的视角，互死亡伫遮无搁再是禁忌，是理解生命的另外一扇门。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8度。中部地区18度至28度，南部地区19度至30度，东部地区21度至28度，外岛地区14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